而個每件忙咯嘅忙是比較精彩嘅，忙到一個人呢為面佢哋，然後大金光佢哋叉沙嘅小狗拗，然後佢就掛鬼，一掛鬼之後嗰啲啲會嘅背骨圖都頭係 keep 鬼笑，連續中咯也有忙都夠好好嘅，我會見過佢每呢是個有鬼能幫助，咁可能是咁同時嘅人有感應。一個數呢學生都在去，一個每家成就，而下後呢都錯啲冇咩能去啊，就攞定鬧都鬧嘅。然後呢本來啲不久都出去嘛，佢到去都話好正咯，是吧？後尾呢已經烏有到啲對佢鬧嘅去啊，然後可能是本嘅，同面啊對出去啊當嘅事情，那是也冇開話過然後後尾呢已經把對佢出，把對出呢開在對人內人呢啲冇咩數搞對啥嘛呢，已經佢數做到一個忙到鬼壓錯，因為我嘅弄嘅。在對頭來定嘅人就是有咁曲，而最成之波攤多，一擘又冇佢啲褲，照少幾有咁曲，我都幾有惡嘅。後尾一擘一隻點咩佢就拗照死自己弄嘅，差不多最少都有啲橫，一隻間呢隻勁喺度前，後尾超啊佢攤佢就搞到拉，後尾拉佢啊，呢一個面就招佢，一個而車佢哋佢就拗呢，就是佢即是一個猛嘅嗱啲人冇仔而用呢在嗱嗬，一個呢喺影呢是到一樓區夾。一個人呢就搞一堆嘢，其實掛咗佢二樓區夾，因為冇隔住一樓區夾嘛個嘅，佢一坐上面嘛嗬。有一個係搞堆二嘅區夾呢，都二樓區呢，啲搖咗嘢嘅忙，一個忙呢就是你唔緊對啥數隔嘅人，正有忙到，而一個錯呢就是對一來一每一樣啲不確。後尾呢就對啲條就能個能看門，一個看門開喺二樓區夾，每咗嘅佢每咗就幾一個貴，一個貴呢我就得恐怖得可夾嘅，一面就種會跑又歪又呢強係呢貴一樣。一個佢每主要係幾米等下夾，等下怎麼每對嚟多到通面啊，為成後呢就五個人啊，一個人啊呢就廣東啊冇使夾，就齋個一說咗太一個嘢夾就夾啊，朋友出嚟嗬，為啲成一個人啊為，一人啊呢可能我啲啊比較似相，但是冇百個人啊，為呢啲聽人啊為啲齋個呢個計一細咗太一隻夾，跟住呢啲佢數發作佢哋，就是個冇就係做咩可能就是拿空超啊。有這種畫一面呢啲畫就也冇我哋出示嘅咩嘅，然後再用呢有硬刷，中刷是硬刷，後有咩啲點嘅咩就嘢就叫佢然後大嘅加一個光啊，就是講嘅聽先講到有光嘅啲第二度主要一點啥嘅小差個嘢後尾呢如果這個弄啊嚇後尾佢數做一個咩嘅人啊對點乜小一聽咩主要一難呢腦是清澈嘅，那是也冇少控制，然後你佢數念經。就是佢數念粗呢是也冇就係念咩粗嘅，然後就是在卡表是中間一個表呢都慢咗一些，就是個咗七尺表啊是咩表嘅，後尾啲家又卡表兩個件嘛，主要呢隻佢一個冇有，佢嘅冇有主要呢隻件一個貴就掛嘅貴到一樓，掛貴到一樓佢主要呢貴就冇走一個嘛，而且佢數念件跟住打七尺表咗，跟住一卡一動，後尾就有幾個背骨圖。後尾啲甩個一個貴啊，後尾兩乜件嘅，仲有一個貴等下畫咗一個濃嗰個紅嘅，等下畫個背骨圖嚟了嘅，因為畫個背骨圖嚟了，仲有呢而家嘅咩個小嘅，仲有一難啲變差嘅嚟嘅，一個呢而差嘅嚟而當時曲的是不是個把鬼故事做變太嘴啦，或者是個肯定變太嘴啦，是不是方向嘅人啊？只係冇過去一百，又冇過去呢，就當咗一個盲，但是一個盲呢而咁曲啲。比較刺激，又比較正式，所以講呢，而且冇即係而家聽面啊，後尾個對三啊，而家用對三啊呢，有時對落二樓區夾，後尾呢搖慢就幾有慢，就是搖嘅人嚟看門，一路看門佢門要做呢搖嘅嘅貴，但差咩貴是冇一樣，差咩是女嘅貴，定或者是男嘅貴，你唔能嚟拖一面嗰樣，後尾呢等下鬼妹對嚟，一個人啊就冇到隻夾啦，而鬼妹對嚟佢主要而家個夾揸咗細咗睇隻夾呢隻夾嘅一面啊，聽面啊。就冇上家己啦，就是說那種人是差乜嘅咗樣，後尾呢就突然間就感覺一個人啊又睇到啦，然後就佢數差小個，一頭嚟下又只家會關嘅點解差啥啲啊，後尾呢就有佢數就這樣念經，跟住家也七七八度，然後就佢數掛一句，又掛一句掛咗二樓牆就自己二樓呢一句呢，又跪咗靠咗一個冇少吧，有了吧，聽見有啲跪咗橋。但是呢，冇少控制到，但是呢段路是清澈嘅，而少有一個美國，但是呢一卡動作啊，隨念聽見啊，你冇控制到，然後就搖佢做念啊聽見，然後就搖出佢嘅背骨圖，一個面呢就搖偏少個，一個時候主要呢，而啲要車嘅嚟個，車嘅種感覺好似有呢個就冷呢個是通嘅正正走有感覺嘅人，一種而之假啦。
美國領所覺得一咗盲對二咗盲對三嘅盲是一模一樣嘅題，而呢啲每人呢，一個人呢啲照顧每挖破，一個挖破呢可能只係冇顧每就釘然後呢啲照顧ทั้ง乜照苗啊，ทั้ง咪啲顧條平硬正條，放好個秘書啊，ทั้ง咪啲報平硬嘅，從這起個主要呢，一個每個只係冇盲咗一個咪。喂，一個每個人呢其實也包咗一個朋友，一個朋友呢可能是一個亂堂嘅嘛，一個堂嘅，然後就佢每把一個槍劍啊，包括知道一個書啊，只佢每一個朋友一個堂，喂一個堂哥可能呢是攞乜名種，佢有咩升咗，呢咁講是有幾人都有幫到嘅，一個絕對冇是盲嘅。因為都過一個面呢，也冇上先生一個隨一邊話，也冇上先生一隨一講，為呢就個 sell 咯，這個 sell 而一個動作，加一個表嘅動作，咁差條啊，咁一作畫佢哋啊，聽咁強啦嗬 ，sell 出嚟是個台灣聲嘅，也就是台灣嗰個聲嘅，字真冇刷咗咁強嘅，嗰種呢個是聲學控制嗰樣，字真冇刷，一個咩？為呢每種啊好字啊，佢哋嗰啲嘢好夾嘅咧，如果好做啊，因咩啊？如果都隨緣學習這啲個都也冇使理啊，ทั้งมี都也冇使苦發揮一個因果都改種族的種族，都變啊當個好是種族呢，然後這個人也冇跟佢個體在，為呢如果每人呢，一個呢人呢，呢個人就是冇需要做ทั้งมี然後啲那是什麼就包有白話，ทั้งมี這個一個呢就富嘅平衡表記，富嘅平衡表記佢主要呢。即每呢個又到最近嘅星期是冇是學嘅，ทั้งมี啦做睇好盲啊，如果冇面啊，就是佢亦做盲。後尾呢人呢講我破佢點樣學啊，ทั้งมี有主要呢從這起只係冇盲咗盲過啊，但是呢又quyền落去事情咧，只係冇讀過ทั้ง啦上面，而佢同咪解啫呢現代又冇話夾，只個學咗類型啲冇話夾，冇是個緊做製咗佢嘅咧，即係做成種跳啊。佢每家嘅話，如果話現代咧都覺得冇講話咧，ทั้งมี啊，班嗱是搞邊題，冇搞一成種啊，ทั้ง貴啊，成啊，ทั้งมี從這其他就變咗掉，或者是型咩嗬？因為嗰時呢相對嚟講，有人家冇上貴嗰時，但是呢有人家上貴嗰時嗬，有正式嗰時可以調教嘅話，嗰時咁樣啦，係咪？